续来看第一批为中国武汉包机再返来台湾的台商，除了有一个为着武汉肺炎，有4个还佫伫咧病院咧处理之外，其他242个拢伫早起的透早6点正式解除隔离出关，总算会当转去咯。因的心情稳定，嘛对检疫所的工作人员表达感谢。指挥中心嘛来提醒这242位的台商转去了后，还佫继续自主健康管理14天。透早有来，温度无到10度，天拢也袂高，毋过检疫所内面已经电火拢倒啊。时间一到，一个对检疫所行出来台商啊家属拢真欢喜，因为因总算会当转去厝啊。伫出发进前，先排队量体温，保持上安心的状态。第一批对于武汉包机回台台商，有28名伫有来检疫所，145名伫南口，69名伫台中，经过14天的隔离，检验结果拢是2采阴性。台商每一个拢挂喙暗，伫游览车顶目睭起休困。检疫所伫送别台商进前，嘛已经拢真大心的安排早顿。这个做的好，吃得好，吃得好，服务又好。唯一觉得不方便的，有什么觉得不？他回来台湾的感觉怎么样？隔离？很亲切，很亲切。会不会觉得一切都如释重负的感觉？有一点，因为他们这状况没毛病。总算会当转去厝啊，大家的心情拢加真轻松。请也佫有社批感谢政府，嘛感谢检疫所的工作人员。指挥中心嘛提醒，爱继续自主健康管理14天，尽量唔好出入公共场所，出门一定爱挂喙暗。若是无爽快的情况，爱汇报，就医告知相关的病史。当地卫生局嘛无定时的抽查，关怀因的健康状况，确保因袂正做防疫的漏洞。